会教阮一句，阮唱看卖啊无？好啊，较简单的。我甲恁教菜板好无？菜板。菜板。 试看卖啊！阮拢歌手出身的，老师，拜托诶，我袂起上。来到这我讲是啦，这摆老师拢伫遮。来。孙啊！悟空啊！我看遮恁可能都袂唔通啊！一个唱到5分差不多。孙啊！嘿，伊会有一个牵音，阮厉害就是要牵迄个音。哎，牵过。听有的人就知影讲，哦，这个人有牵到遐。哦，有练到遐，无练到。孙啊！哎，来，迄个歌戏啊，来。歌戏。孙啊！你是有吃口？你是有鼻炎是无鼻炎啊？无啦，我迄音记袂调。